中國演員范冰冰最近憑住馬來西亞電影《地母》獲得第62屆金馬獎影后。不過呢個獲獎消息喺中國大陸被封鎖，相關嘅慶祝 post 喺微博上面被刪除，令大家開始揣測。據說范冰冰工作室喺微博上發嘅祝賀帖同埋提到金馬獎嘅內容都已經消失。范冰冰轉到 IG 發文，分享咗幾張拍戲現場嘅相，仲寫咗接近500字嘅心聲。佢留言話：面對導演 send 嚟嘅4座獎杯相，睇咗好耐，心裏面有種講唔出嘅滋味。佢感謝導演張吉安同埋劇組喺各種壓力下嘅支持。佢仲提到喺馬來西亞吉打拍戲嘅點滴浮現喺眼前，形容劇組專業又有人情味。佢表示關關難過關關過，風雨過後見彩虹。范冰冰之前因為逃稅事件喺中國大陸被封殺，今次憑住地母重返影壇奪得金馬影后，備受關注。雖然大陸媒體對呢個消息保持沉默，但好多網民仍然喺其他平台表達祝賀。